关心冷空气一个路人拜一日咧花莲，因为天气伤过寒，引起一个80外岁坐伙人心脏麻痹不幸无命。另外，还有8个人因为心血管的症头、脑血管病变，互救护人员赶紧送去病院。救护车赶到位，甲80岁老阿伯送去病院急救。不过，伊到病院进前就已经无咧喘气啊，尾啊救袂回来。冷空气来啊，敢若拜一、拜二这2天，花莲就发生8件因为天气伤寒送去病院的意外，其中还有1个人因为心脏麻痹过身去。其中有一位年长的长者也到院前也欧卡，另外8件他的因为有心血管疾病，所以也产生了那个脑血管病变的案例。外口冷死死，民众骑车出门拢穿真高的外套，啊，住伫桥骹的流浪汉，佮是规个人拢揪伫棉罩被内底，才一暝尔，救护车就出动几落届。啊，透早诊所内底嘛有真侪病人，这2天的看诊率就加3成。一个天气变冷，血管会剧烈的收缩。那血压如果一下子增超过10，其实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说是会增加非常之大。特别是要避免早上在清晨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是中风、心肌梗塞好发的一个高危险的时间。医生提醒，天气反寒，可会造成血管收缩，有心血管的病人、甲老大人拢爱特别注意。身体机能较歹的人爱注意，互身体烧热，才袂造成血管的负担。可因为天气变寒，为身体带来伤害变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